導演史丹利·寇比力克 （Stanley Kubrick） 喺電影史上既係影像嘅完美追求者，亦都係對人性最冷酷嘅觀察家。喺佢嘅電影裏面，人類文明只係一場理性裝飾下嘅潛藏暴力，人性善惡爭持，而到最後往往又係邪惡得勝，人類最終走向自我毀滅。重生又再自我毀滅嘅輪迴。寇比力克攝影師出身，對畫面嘅光影佈局有非常獨特而且極高嘅要求，有一種近乎強迫症嘅堅持。一個鏡頭要演員拍近100次係家常便飯。對佢嚟講，演員有時更似一部機器嘅零件，佢自己就好似上帝一樣去操控萬物。呢啲就正係佢對世界、對人性嘅體會。佢鏡頭下唔煽情，但係就時時滲出冷峻、疏離，以上帝視角俯瞰人類嘅愚昧、貪婪同埋暴力。喺佢眼中，人類嘅文明、法律同埋科技不過係掩蓋原始本能嘅薄紗，而呢一層薄紗就隨時會被潛藏嘅貪慾、暴力、邪惡所撕破。寇比力克一生僅有13部唔同類型嘅長片作品，但係就幾乎每一部都成為該類型電影嘅獨特典範。1968年嘅2001太空漫遊 2001 A Space Odyssey， 寇比力克探討咗工具同埋暴力之間嘅本質聯繫。電影開篇，人員望住一塊神秘嘅黑石碑，學會咗將骨頭當作工具，更精確咁講係將佢當成殺毒嘅武器。寇比力克將人員拋向天空嘅骨頭剪接成一艘喺太空巡航嘅核動力飛船，對比極其諷刺。原來人類嘅文明進步始終都係建立喺暴力工具嘅改良之上。60年代 IBM 品牌代表咗最先進嘅電腦，電影裏面隱喻 IBM 嘅Core 9000就係人類理性、邏輯同埋效率嘅最高化身。但係當人類自以為
創造出最完美嘅工具人工智能柯9000嘅時候，反噬隨之而來。當柯面對一定要完成任務嘅指令嘅時候，殺去修改計劃嘅太空人，又僅僅係為咗確保任務唔受到干擾。對柯嚟講，殺人並冇邪惡與否嘅掙扎，佢只係模仿人類嗰種為咗達到目的不擇手段嘅冷酷，而呢啲只係人類俾自己嘅人性反噬。嗰塊神秘嘅黑石碑喺電影不同時段嘅重現，就更似係上帝一直旁觀住人類嘅愚昧。面對今日人工智能發展嘅速度同埋失控嘅風險，令人唔能夠唔佩服寇比力克喺60年前嘅洞見。1980年，寇比力克推出改編自史提芬京 Stephen King 小說嘅《The Shining》閃靈。史提芬京小說鋪排嘅係遠景酒店 Overlook Hotel 嘅邪靈，引領書中嘅主角 Jack Torrance 走入邪路。但係寇比力克就直指深層禍根其實係阿 Jack 本身潛隱嘅魔性，而邪靈只不過係引爆魔性嘅藥引。阿 Jack 有嘅係作家同埋酒店管理人員上層社會嘅身份，但係喺片中有個驚慄場景。近鏡下，佢厚厚整部作品，原來都係只係重複一句 All work and no play，Mr. Jack 係兜波。而所謂酒店管理人員管理嘅，其實係一間冇客嘅酒店。寇比力克似乎係隱喻阿 Jack 虛有其表嘅社會地位，其實係難以掩蓋佢潛藏靈魂深處，因為挫敗感、暴力傾向，以至對家庭嘅埋怨，自己主動選擇廉恥同埋血腥嘅邪惡。Ever thought about my responsibilities? Oh, Dick,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Have you ever had a single moment's thought about my responsibilities? Have you ever thought for a single solitary moment about my responsibilities to my employers? Has it ever occurred to you that I have agreed to look after the Overlook Hotel until May the 1st? Does it matter to you at all that the owners have placed their complete confidence and trust in me, and that I have signed a letter of agreement, a contract, in which I have accepted that responsibility? Do you have the slightest idea what a moral and ethical principle is, do you? 當阿 Jack 揮舞斧頭斬到浴室嘅門，追殺妻兒嘅時候，就係文明人除咗面衫之後，最底層暴虐衝動嘅徹底爆發。佢最終凍死喺迷宮裏面，亦都象徵人類喺自己親手建造嘅邪惡迷宮揾唔到出路。俾自己從上世種下嘅執念反噬而亡。
1999年，寇比力克遺作《大開眼界》（Eyes Wide Shut） 強調咗面具嘅隱喻。人類利用文明、婚姻同埋專業身份戴上面具，但係喺面具嘅背面就係變態嘅色慾橫流，深不見底嘅錢權支配慾。明日道貌岸然、受人尊敬嘅社會頂層，私底下竟然參與變態荒淫、充滿詭異邪教儀式嘅墮落集會。電影情節同多年後曝光嘅愛潑斯坦案驚人相似。愛潑斯坦利用私人賭聚同埋高級俱樂部，建立咗一個橫跨政商名流嘅社交網絡。喺光鮮亮麗嘅面具背面，串連政經、娛樂圈、科技頂尖人物，有系統咁全球性侵、剝削、掠奪、操控，無惡不作，證明寇比力克嘅觀察並非幻想。當財富同埋權力脫離咗監管，人性中嘅惡念就會轉化為有組織嘅集體邪惡。電影中嘅主角 Bill Haver 因為好奇，試圖窺探黑暗，但係就發覺自己引以為傲嘅醫生專業喺真正嘅權力核心面前輕如鴻毛。佢不僅冇辦法揾出真相，仲爭啲被黑暗吞噬。現實中，寇比力克完成咗呢一套電影嘅最終剪輯，唔夠一個星期，就因為心臟病突發去世。由於大開眼界觸及咗極其敏感嘅上流社會陰暗面，配合咗後來愛潑斯坦案披露嘅細節，雖然官方嘅結論寇比力克係自然死亡，但係就令外界對佢嘅死產生諸多聯想。透過以上3部電影，寇比力克串聯咗一個令人不寒而慄嘅現象：人類從未離開過原始暴力。只係將佢帶入科技同埋權力之中，工具使暴力得以伸延，文明使暴力變得隱蔽，制度就令暴力成為常態。所謂進化，只不過係效率嘅提升。寇比力克直指人類並冇變得更善良，只係變得更擅長隱藏自身嘅惡。人類最大嘅敵人，從來唔係外星生物，亦都唔係超自然嘅鬼怪，而係我哋內心深處嗰個從未進化、叫做文明嘅牢籠所禁錮嘅野獸。